你如果把它老是藏在寺庙里面，怎么接触？所以我有时候跟这个中央领导说，你花给孔子学院的钱，不如做这个事，可能更有意义啊。我见过最特殊孔子一书都有介绍，从人文主义介绍受四大委任的。这是河内的孔庙，你这边完全看不出来，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大堂，它的那个正面的设计，就可以看出它是东南亚设计的，但是它的规模大概不输我们北京的，不输曲阜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孔子的一生很重要的地方，他是周游列国。那么他周游列国的时候，这个时间关系，我特别强调一下。周游列国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就是看看他的气派。他位于匡的时候，就是他在匡受难的时候，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之夫。天之将上斯文也，后世的这个语诗文。天之未上斯文也，匡曰其如与何？”就是如果这个上天要毁掉我们的文化的话，那我没话讲。但如果上天不要毁掉我们的文化的话，那我怕什么呢？你看他的气派多大！这个气派大概就几千年，有一个德国的人他曾经讲过类似的。德国有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人叫汤姆斯曼，汤姆斯曼那个时候逃离纳粹的时候，他又过关，然后呢，在关口，那个官员问他，他说：“这个先生，你离开德国了，那德国的文化怎么办呢？”汤姆斯曼就说：“我到哪里，德国的文化就到了哪里。”你看这种气派啊，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孔子的幽默。他有个地方人家说：“哎，这个有个像上家之犬，不知道是谁。”他的学生就告诉他，他就说：“你说是上家之犬，的确是，的确是。”他的这个学生里面有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3000，通六义者72。但是真正最重要的叫十配。我这边特别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孟子是亚圣，事实上是孟子，他并不是亚君，并不是第二个，因为他后面是颜渊，然后曾参，然后子思，这个是父圣，这个是庶圣，这个是中圣，这个才是亚圣。所以呢，孟子呢，在儒家的地位呢，等于是保罗在基督教。这些就非常多了，今天就跳过去。孔夫子他的师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呢，非常非常类似苏格拉底跟他学生之间的关系。这个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用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展现出孔夫子非常可爱的一面。孔夫子在匡在逃难的时候，他跟颜回失散，然后后来的东门呢，他看到颜回，他就跟颜回讲：“啊，你居然这样，我以为你已经死掉了。”然后颜回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子在，为何敢死？”你要是翻成现在的语言，就是老师啊，你都没有死，我怎么敢死啊？你可以用这种语言来看，因为几千年的文字就是这样子简单。那么，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到他们那种互动跟交流，事实上是蛮有趣的。老师，你都没有死，我怎么敢死呢？还是蛮有意思。那么，如果各位逃过难的，那还是知道这是蛮有趣的一事。因为有一些事情呢，特别倾向，比如说这个杀鸡焉用牛刀，然后
呢，可能跟大家想象不一样的，稍微提示。因为刚刚我们开始稍微晚了一下，所以我在有这个时间。我们现在常常骂人啊，说这个人呢，真是愚不可及啊。各位知道这句话呢，原来是赞美人的话啊，这个解释一下，就是说他称赞当时有个贤人叫林无志。林无志邦有道者智，邦无道者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就说林无志这个人呢，当国家有道的时候，当国家治理得很好的时候，他就很聪明，他就出来参政；当国家没有道的时候，他就装傻，就是很愚了。那么他的智呢，我比得上，但他装笨的功夫呢，我是比不上的。所以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这个愚不可及已经变成骂人话。所以你现在看这些语言呢，经过2000年的轮转，会变成一些很奇怪的。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孔夫子说30而后行，孔夫子是反对的；季文子30而后行，孔夫子说，哎，再想一次就够了。所以下次各位，你要20还是30，由你自己决定。那么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个蒋公以德报怨，人家说这是儒家的这个精神。后来你发现说是孔夫子不讲以德报怨，人家说以德报怨后，孔夫子说，你如果以德报怨，我何以报你？以直报怨就可以了。所以你看看这些思想，实际上跟我们现在讲相当的出入。我们也常常讲孔夫子讲温良恭俭让，事实上温良恭俭让也不是孔夫子讲的，而是他的学生在说孔夫子温良恭俭让，所以会获得大家的一些支持。所以呢，这些领导都喜欢跟他谈话，因为他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他循循善诱，他非常的温和，所以呢，他是good listener。所以当那个领导碰到他，他会很自然的讲出来的话。所以当你去进行一个 dialogue 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那么对话，我现在看所有的有关孔子对人的这个定义里面呢，他最完整的就是这句，就是所谓公宽信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有人说是孔夫子讲，事实上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这也不是孔夫子讲。那么这个是孔夫子加上孟子，或者加上董仲舒啊，就贤良对策里面，才凑成了我们儒家所谓仁义礼智信。那么这个《孙子兵法》里面讲的道天地下法，自信人有名，风林火山呢，我觉得啊，也是孙子呢在参考这个道家儒家的理论时，他自己出来一个这所谓这个讲的武德，所谓这个讲的武士，最后风林火山。这几个东西呢，在日本的战国时代是大出风头的，因为你看日本几个将军呢，就是织田信长以前就有信玄，那么他用的旗子全部都是《孙子兵法》里面。我现在这边提孙子啊，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在搞选举，所以那个郭台铭呢，台湾的首富常常把日本的首富的孙正义啊请到台湾去拉票。那么这个孙正义呢受败，他认为他是孙子后代，所以呢，他在他的公司里面呢，就是贴这几个字，就是用这个来做他的 logo。所以你看《孙子兵法》，事实上，我觉得它对我们经营、marketing、operation 非常重要。那么温良恭俭让、公宽信美会对我们的 management 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啊，跟你的经营管理、跟你的行政管理啊，都是有关系的。这边我特别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商业时代的时候，应该把它扩成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然后己所欲施于人，最后呢，以一个市场导向，人所欲施于人，这个才是这个市场导向。那么这个市场导向，我想现在很多做武器的已经完全用到。
面发展的最好的，可能是像那个 Steve Jobs 的这个 idea。那么 Steve Jobs 在推出第一个 Macintosh 的时候，人家问他，他说，老板，你这个没有做 feasibility study， 没有做 market study， 你怎么能够确定它会成功啊？这 Steve Jobs 说，创造市场需要，市场不知道这个东西来创造它需要，所以我觉得 Macintosh 到后来的 Apple 到后来的 iPhone 都是这样出来的。耶稣基督这幅画是达文西的名画，那么非常巧的，好像昨天啊，这个我们学校正好是达文西的展览，我觉得是非常巧。但是你可以看到达文西眼中的耶稣基督是这样子，可能每一个人他的那个耶稣基督都不一样。但是你看全世界的耶稣基督啊，他都是随着他的那个地方大家的一个思恋或者想象或者是期待，他会出来一个不同的形象，但这个没有关系的，最主要是他的精神所在。这里面大概只要提这个，大家就了解。我们现在讲的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讲的 AD 就是主的年，按照当年就知道他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每天都会跟他在一起，这个已经是避免不了的事情。你会跟着他出生，跟着他走下去，跟着他结束你的生命。因为 AD 我们是活在主的年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有多大。这是我到耶路撒冷，耶稣从橄榄山上下到这个门进，展开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是在巴勒斯坦，这个是伯利恒的出生的这个地方。那么它的门呢是非常小，所以你不能昂头阔步的进去，你要非常谦卑的进去。这是我们每一个 Christmas 看到的马槽的地址，出生的地方，跟他最后埋葬的地方，叫圣墓教堂。一个伟大的灵魂的一生什么是上太子。我跳过去。耶稣的12使徒，我觉得这个12人制啊，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原来建立以色列之后，他也是按照12个支派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门徒某种意义上是象征。那么他的门徒里面呢，我只提2个人，一个是圣彼得。那么圣彼得呢，各位知道梵蒂冈的教堂就是圣彼得教堂。圣彼得呢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门徒，就是耶稣到了加利利到去找寻他的跟随者的时候，他第一个碰到就是彼得。那么彼得呢，他的原来的名字叫 Simon， 那么耶稣非常喜欢他，他就说我帮你取名叫 Pedro。 彼得的这个字呢是磐石，他说我希望你来做我的教会的磐石。那么所以这个整个圣彼得教堂就是彼得殉难的地方。我后面这个龛呢，这个神龛就是彼得钉十字架的地方，他是被倒钉。所以各位知道，任何一个传道人是不容易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Sistine Chapel， 那么这里面是很多 Michelangelo 的一些作品呢，是在值得去。另外一个就是保罗。那么保罗我刚刚特别提到，保罗在基督教的地位就相当于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各位看那个耶稣基督一生的行道，实际上他走的范围是非常小的，
甚至是远远还比不上孔夫子。孔夫子的范围呢，当然是在我们现在晋鲁豫这3个省的范围。但这个耶稣基督大概只是在现在的以色列的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之间的这一块地方。但是保罗就不得了了，看保罗这一生跑了3个地方，3条线，到最后一条线呢，他被派到罗马去，因为这个地方定不了他的罪，所以呢，最后呢就派他到罗马，然后希望罗马能够治他的罪，因为保罗他是当地人，但是他有罗马的国籍，所以不能随便处理。那喜欢历史的人呢，稍微提一下，保罗呢，他的出生地呢叫塔西西，那么在圣经里面翻作大树，但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各位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前3雄、后3雄，这个地方呢就是 Mark Antony 跟埃及艳后碰面，就这个。所以你要是有空到里面去看，可以看到他。除了你看到保罗一些神圣的地方，你还可以看到罗马帝国早期他们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后来最后的历程呢，保罗呢就坐船，然后到这泡沫，到马耳他泡沫。在马耳他住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在当地就是治好了一个人的病，然后那个人呢就皈依他，后来变成马耳他的第一个主教，那么就变成基督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天一天壮大，一天一天壮大，就到了西元4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然后在君士坦丁死亡的前一天，居然受洗了。所以整个世界的基督教文明就是这么产生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是保罗殉葬的地方，殉职的地方。各位看到保罗拿了一把宝剑，因为每个使徒都有他的代表，这个蛮像中国讲剑戟的乐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积极勇猛的人基督教史上跟中国的渊源是非常深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督教的这个渊源呢，实际上归于就是一致，就是爱。所以刚那张图呢，是他的登山宝训上的。各位看，这个文字有多美啊！虚心人有福，天我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有福，他们必承受主。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我知道有很多长辈他们要离开世间的时候，很多人是希望能够带这份经文祈求，带着这样的东西，就代表他们多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一个规律。我刚刚特别提了，就是说这个新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是保罗的文字，所谓的神波是 epistle。那么它里面有一个文字呢，是他写给哥林多的教会。这句话呢，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是常常引用的，尤其是结婚的时候，我自己也喜欢这句话。爱是很久忍耐，满有温情；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计时。这种文字也要是没有一个心灵的一个层次，也没有一个精神的层次，是写不出来的。最后我跟各位介绍一篇这个圣 Francis Prayer， 这个祈祷文呢，在第1次世界大战跟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美军发挥的不得了的一个功能，因为
就美国人出战的时候，他们都是基督徒为多。那么各位知道，美国的总统就职的时候有暗信者，所以这个美国的大帝人手一张这个。那么我觉得这句话呢，可以送给现在的香港。请用我来做你和平的使者，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下慈爱的种子；在有残害的地方，让我播下宽恕的种子；在有猜疑的地方，让我播下信仰的种子；在绝望的地方，让我播下希望的种子；在黑暗的地方，让我播下光明的种子；在愁苦的地方，让我播下欢乐的种子。多美的文字！我在台北离开以前去拜访那个朋友，就是《天下》杂志，他正好墙上有这么一幅照片，正好在这里用一下。就是常常大家都会问，生命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今天大家听了这个我很快的一个解析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体会或者感觉。有很多意见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那么，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思想，我是有意的把东方把中国摆在上面，因为我刚特别提到，就是这个老子下面才是佛陀下面的就是孔子。那么，所以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思想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这里。然后儒家到了这个唐宋元清的时候，形成了所谓的宋明理学。那么宋明理学呢，在当初呢叫做新儒家。那么现在新儒家呢，后来它的传承就到了哪里？居然是到了香港。那么香港的这批人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牟宗三呢、唐君毅啊、许复观呢，这些人呢，严格的讲起来，他们这个新儒家是叫现代新儒家。那么牟宗三曾经把康德的这三大批判，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出来，大概有这么厚。所以呢，他们常常做一个努力，就是希望把中国的哲学跟西方的哲学能够做一个完美的融合。我觉得现在是香港新儒家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很有趣吗？这儒家的流变跟源流现在居然到了香港，所以这是香港人应该能够觉得骄傲的。然后在这整个图里面，我想可能大家已经了解，你在这整个的 matrix 上，在整个的这个轴心上，你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我从人文主义开始，现在从人文主义结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戏剧，叫《等待果陀》，叫做 Waiting for God。这个 God 是有点像神的变体。这个是Samuel Beckett 196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是都柏林的。那么很多伟大的这个戏剧家都有自己的剧院，比如说 Shakespeare 有个剧院叫 Globe 在伦敦，那么叶子呢有个剧院也在都柏林叫 Abbey， 那么他有一个剧院呢正好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是三一 Trinity。那么我去都柏林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然后这个果陀呢，当初在台北演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因为他有点像外百老汇，还有点像外百老汇，就是2-3个小猫在那边演，待在那边苦恼谈话，干什么呢？在等待什么？等待果陀。果陀是什么？果陀是救世主，果陀是弥赛亚。后来结论呢，当然是很难等到了。这个剧后来在香港有演过，据说也很轰动。那么大陆呢，把它翻成歌，就是果呢翻作山歌的歌。但这个剧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不管这个世界有没有救世主，不管这个世界有没有弥赛亚，至少在我们这一代啊，我们不要去太过
基础的这种，我们认识他们的精神，我们了解他们的灵魂深处，跟我们的相应，这就够了。你去学习他们的智慧，学习他们的精神，这就够了。所以最后呢，我把这句话再改成尼克斯与什么为友呢？可能呢又有点拗口，我就把它改成乐。爱是在哪里？爱你的部长，爱你的 Confucius， 爱你的 Jesus Christ， 而且在了解你自己个人的优点跟缺点，跟你的无限跟有限之上，爱自己吧。但是最重要的，要爱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人才是世界上最奥妙的存在。谢谢各位，谢谢。香港城市大学，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说呢。这个是刚刚是睡觉了，这个从我们前一段时才听到，然后那个观看。进入这几个网络电视台的观看记录，或者是记录了这些网络电视台所谓上面那一排左右方向的会列出来，有看过的会列出来。这个东西呢，相信很多人都这个是个广告啊，从人文主义谈四大责任，苏格拉底活脱孔子艺术。2年前的影片呢，香港中城市大学，韩汉唐先生演讲，2019年的影片，叫潘汉唐先生，汉朝唐朝，潘汉唐先生讲。没有说博士，汉安的汉，汉朝的汉，唐朝的唐，潘汉唐先生讲。从人文主义谈四大责任。